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4个星期二，12月23日。主题是万世万代将称他为有福的。预备聆听。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，他的名神圣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路加福音1章46到55节，尊主颂。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从今以后，万民将称我有福，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。他的名神圣，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，代代无穷。他伸出全能的手臂，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。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，他又抬举卑微的人，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，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，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。他顾念亚伯拉罕，向他大施仁慈，并且给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玛利亚未婚先孕，却欢欣雀跃，宣告说：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。我想知道他为何如此说。玛利亚的尊主颂凸显出路加福音中关于耶稣的关键教导。正如赖特所指出的，它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，既颠覆传统，又勇敢无惧，完全关于上帝，也完全关于革命。这场革命将希望带给玛利亚所属的阶层：穷人、受压迫者、被剥夺权利者。他歌颂上帝对脆弱无助者的保护，上帝对卑微者的拯救，上帝对骄傲者的颠覆和对当权者的推翻。统治者听到他的歌词都会站立不已，因为这些话宣告他们的死亡不是未来的可能性，
而是目前的现实。难怪他会如此欢欣鼓舞。玛利亚的社会正义神学根植于圣经，几乎每个字都是引用。她相信自己的怀孕开启上帝的革命，这场革命将翻转命运，而穷人将从中受益最多。耶稣活出他所歌颂的，他为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人创造出空间。他警告富人不要依靠财富和权力，他应许将上帝国赐给穷人，而不是富人。玛利亚对上帝话语的信赖如此坚定，以至于她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世世代代的人都会称她为有福的。你能如何参与上帝在耶稣身上开启的社会正义革命？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玛利亚，以及她对你救恩的深刻洞见。求你今天赐给我像她一样的勇气，去为软弱无力的人发声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参与耶稣的翻转命运。